各位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今仔日读到出埃及记第20章，拄好是讲到10条戒。第1节到17节，差不多拢讲到遮个10条戒。可能咱有个人真熟，有个人检采久久看一摆，但是咱一定会记住第1条所写的是啥物？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个上帝。这是伫10条戒内底第1条。意思是讲，你若爱我即个上帝，你就敢若会当单单独独有我即个上帝。你若甲看第2条，伊所写的，伊讲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，所以除去即个上帝以外，你也袂使用为着你家己来做偶像。第3条，伊讲着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，意思是讲。即个上帝所讲的是上帝讲的，袂使用你家己的行为，用你家己所爱的，然后挂上帝的名来做。我想即3条是真伫迄个中间，互人看见，伊爱人掠着一个上帝，就是独独单单即个上帝，是上帝对咱所讲的，是上帝伫即个中间，互咱来看见的。毋是用咱心内所爱的迄个物件来称做咱的上帝。然后伫第4条，伊讲到，着纪念安息日，守伊做圣。这若是伫当初时，伊讲到你爱温群做工，6日要休一日。我想，无论是伫当初时，还是伫现在，拢是一个真心真好，互人真正会当得到伫迄个中间得到利益的。6日温群做工，我想有时咱会伫遐看见着6日爱休一日，但是咱伫休一日的中间袂记休的迄日以外的6日爱安怎？爱非常伫你的工作顶悬，爱伫遐行，爱伫遐拼。到伫第5条、第6条、第5条。咱常常拢互相在提醒，讲即个第5条，就是第1条带着应允的诫命。今仔日咱读的出来记内底无写，出来记，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10条诫，若是写伫申命记内底，伊搁加一句，伊讲这是第1条，互人得到应允的诫命。所以孝敬父母，要互伫你的日子，伫耶和华你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到久长。要伫你的地得到久长，爱孝敬父母。第6条、第7条，伊写讲到毋通害死人，毋通行奸淫。即个讲到的是人的行为，人的行为毋通害死人。你茫为着家己的利益要去害别人，你茫为着你家己所爱的私欲来甲你无应该发生关系，也是你无应该有的物件，伫迄个中间伫遐。心有迄款的念头，但是到伫第8，是咧，第6、第7、第8到第8毋通偷窃，这拢是讲到行为。但是到伫第9、第10的时，第9伊讲毋通做假的奸情，你袂使讲无影的话，这是伫你心内所有的贪念，或是要害人的念头。到伫第10条，伊讲到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，伊讲的是厝、某、萝卜、乳味、牛以及厝边一切所有的，意思就是毋是你的，你含有贪心的念头，就袂使有。我想即个物件伫即个中间，互咱看见真特别，因为即个10条戒内底，伊所讲到的即个物件。是上帝主动甲人去立约，毋是人甲上帝去立约。今仔日是上帝的人民来到伫以色列百姓的身上，所以伊找起摩西，互因伫遐出埃及了后，伫西奈山有个写何烈山，迄是共一个山。所以伫迄个山顶悬，摩西伫遐领受上帝的指示，然后将遐个话语刻伫什么所在？刻伫石板的顶悬，即个10条戒，敢是
伫人类历史顶悬上早的界，敢是？这是伫人类历史内底上介早的法律、上介早的条界吗？毋是，即个10条界毋是，因为比伊搁较早的，还阁有一个真出名的，叫做《汉谟拉比法典》。然后比《汉谟拉比法典》搁较早的，还阁有苏美人的法典。啊，迄个苏美人伫对，迄个苏美人拄好就伫以色列西边北边挖海边仔的所在，伫以色列北边挖海边仔的所在，伫遮个所在拢有一寡法律条例，但是伫即个中间，伊甲其他一个上界大的差别是，以色列所领受即个10条界，是上帝所予因的10条界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伊上大的差别就是，今仔日以色列百姓有想要成做我的百姓无？假使若有，然后认即个上帝做百姓，你着甲伊三甲二约。所立的约，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10条界。你若要跟对即个上帝，你若爱有即个上帝诚做保护，你所行的，就是伫即个10条界的范围。当然，后来以色列，后来犹太人发展出伫即个10条界了后，这只是一个大项，发展出真济因的法律甲解说。这是后摆有机会，咱才会伫迄个中间搁来提到。但是伫即个中间有一个真大的差别，就是当以色列百姓用即个10条界甲即个上帝立约的时，以色列百姓伫迄当时伫迄所在，成做一个独立的个体。即句话安怎讲？因为伫迄当时，一个民族，你若是要成做一个单独存在的民族，一个有主权的民族，你需要2项物件。第一项物件是人民，就是爱有遮个人。然后第二个上界重要的是啥物？你即个民族爱有你的上帝。所以民族甲民族，无论是伫遐咧争土地，无论是伫迄个中间咧争财产、争水井，常常发生的就是争水井。爱争水井来饲萝卜，爱争水井来饲遐个争生的时，因会问讲：啊，你的上帝是对一个上帝？所以民族甲民族中间的战争，其实严格讲起来，是天顶一个神甲另外一个神的战争。假使你即个民族若甲我相战，战败，你爱归属我，然后你爱甲我拜我所敬拜的上帝。所以你即个民族就诚做安怎？诚做我即个民族。总是你有可能伫我的民族内底是诚做奴隶，迄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即款的情形，就是互因看，假使你是一个独立的民族，你爱有百姓，然后你爱有土地，然后上重要的是，你爱有你家己敬拜的神，然后你爱知影你的上帝叫做啥物名。所以伫咱旧约出埃及记读较紧，你会发现，当上帝甲摩西伫遐咧讲的时，摩西甲问讲：啊，人若问我讲你叫啥物名？即个上帝叫啥物名？我要安怎回答？所以伊嘛爱去甲法老王去甲埃及王讲：我的上帝叫做啥物名？上帝的名叫做啥物？伊甲摩西讲的是讲伊的名叫做啥？自有拥有的上帝。古早有古早伫地，现在伫地的上帝。今仔日咱咧讲耶和华，耶和华上帝即个名对对来，是安那咱的神圣诗内底拢无阁叫做耶和华。咱长老教会神圣诗内底所吟的耶和华，拢也是上帝，拢改做啥？上主。神圣诗内底真困难，真少会当去找到迄个写耶和华即个物件来做上帝的名的，真困难。因为耶和华即个名上早的意思，就是迄个神圣袂使叫的名，神圣袂使叫的名。今仔日我若要叫洪老师，我拢会安怎叫？
真侪人叫晋王兄，啊，若阮有时也会叫洪老师，这是一种的尊重，一种将伊摕做迄个长辈的一种的尊贵。但是我绝对袂去甲伫众人的面前甲喊洪晋王，因为即个外语叫出来，亲像啥物？亲像我咧叫阮囝咧，所以我会当叫林敏仪。啊，林敏仪若听到伊若欢喜，就甲我应一个；伊若无欢喜哦，我就去找。所以，迄个名所代表的意思是啥物？是掌握。今仔日我叫迄个人的名，就是我掌握你。但是耶和华上帝常常拢会听到我安尼讲耶和华上帝，因为咱伫即个中间有真侪误会。因为耶和华本来的意思就是神圣，迄个袂当叫的名。哇，迄个神圣袂当叫的名，咱袂当叫伊的名哦。结果久啊，上帝的名叫做啥？袂记啊。但是后来伫翻译伫圣经内底真侪拢用耶和华Jehovah。然后，咱中文圣经翻译转甲翻做耶和华上帝。所以，当咱在讲咱的上帝叫啥物名，叫耶和华的时，其中会有真侪的误解甲错误。所以，神圣是为着要改变即个过去伫编列圣诗中间的错误，所以全将迄个耶和华迄个名，甲伊尽量撇免。因为太侪人误会讲，咱的上帝，旧约中间的上帝叫做啥？耶和华。因为耶和华即个名字的意思是迄个神圣袂使叫，因为咱是人，袂使直接叫上帝的名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只有上帝主动甲咱来立约。咱若假使愿意甲伊立即个约的时，咱就成做一个独立的个体，然后会通过10条界内底去重新看见咱即个群体伫即个上帝下底，咱要成做行啥物款的路，做啥物款的事，是上帝邀请咱，毋是咱决定讲咱要对一个上帝。假使你伫即个中间，你会发现伫圣经、伫圣诗内底所唱，也是所读的内底，其实是上帝咧竞选人。约翰福音内底伊也讲到，讲是我竞选恁，毋是你竞选我。是伫迄个中间，上帝用伊丰富的怜悯，用伊丰富的恩典，来看见人伫地面上有真侪的受苦甲折磨，然后上帝伫迄个中间邀请讲：假使你若负即个约，假使你若愿意甲我来立约。假使我所摆的即顿餐，你愿意接受，你愿意领受，你就要得到福气。伊所讲的是啥物？就是10条界，就是迄个概念内底。伫新约内底，耶稣嘛有一个比喻，讲几啊摆。伊讲到有一个王要邀请人来参加迄个宴席，然後伊去邀請足濟人，結果遐個人攏甲講啥？我無用，因為我呾買一對牛，我無用，我呾結婚，我無用，我呾買一個土地，我無用，我呾娶新婦，我無用，我有真濟理由甲借口，所以我無法度來赴即個宴席。然後迄個王全安怎？生氣，就講佇迄路邊誒，安那攏甲邀請入來。伫迄個路邊，若邀請入來，願意接受即頓，咱就得到。但是咱收到即個邀請函，咱入來時，咱來準備啊。所以伊看見遐個青梅擺卡的，伊看見遐佇路邊的入來到內底，但是因無穿一個正式，心內無備辦，無一個正式的服裝的時，上帝猶原無歡喜。因為你入來，你有機會參加到即個宴席，但是你無備辦你的心來食即頓宴席。今仔日上帝邀請咱，互咱有機會食做伊的囝兒，但是咱愛備辦咱的心，做着做的來食做伊的囝兒。因為上帝即款的邀請。
所以开始互咱甲伊有一个真正式完整的身份。即个身份就是，莫甲我欺负哦，我有阮爸咧甲我顾，你若定甲我欺负我，叫阮爸去甲你挽喙齿哦。所以你会伫迄个中间看见人一个民族，因为有上帝保护，伊的心有安全感，伊的心有自在，所以伫伊人生每一个时、每一刻，伊拢会当安那欢喜。因为我袂惊嘛，我有安全感，我袂惊嘛，我有一个人甲我保护，我有一个上帝甲我保护，我明仔载要行去佗，我不知明日将如何。每时刻安然度过。我毋知影我明仔载会拄着啥物款的代志，但是我相信我头前所要行的脚步掌握伫我的上帝的手中，伊的确要牵我。就算我有一日无细字跋倒的时，犹原有伊甲我三脚同在。今仔日人就是因为即份的自信，人就是因为伫世间有一个完整的身份，知影。我是受什么人保护的，所以我会当欢喜自在，所以我会当伫迄个中间非常清楚，我过来要做啥，要创什么货。因为有即个上帝，因为伊有伊所互咱的即个印象，因为有伊所赏赐咱的十诫，所以开始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知影。我什么货着爱做，我什么货毋通做。虽然我人生的路途还阁真遥远，我看袂到我人生的终点，但是我知影我要往对一个方向去。我想，即款的方向甲愿景，成做一个人伫地面上会当积聚伊的财产，积聚伊的喜乐。积聚伊伫家庭中间所会当得到的迄种的欢喜。有个人检采伫年轻少年的时，讲伊拍拼为着伊家己，但是当伊有家庭了后，你会发现人的转变。伊讲伊拍拼为着什么人？为着伊的家庭，为着伊的囝儿。伊拍拼为着伊所疼的亲人。伊甚至为着伊的爸爸妈妈来陪伴，为着伊的太太先生来陪伴。你会发现，当人伫迄个结婚了后，有一个家庭了后，有时人所做的物件会开始转变，毋是只有为着家己，是为着更较侪家己所疼的人。今仔日伫教会内底，有可能是因为伫教会内底的兄弟姊妹，咱伫即个中间在服侍，咱伫即个中间。在泡澡，咱伫即个中间在坚持咱的信仰，咱伫即个中间在看见什么是好，咱互相来提醒；什么是歹，咱互相来对待。10条界，伫迄当时的社会非常重要。伫迄个中间，伊成做一个社会形态，成做一个社会规矩。当然到后来，伊嘛成做一个国家的法律甲规定。你若违背即款的规定，有真侪处罚，有真侪物件伫迄个中间会产生。一个上界有名的，就是真侪人拢会讲：哇，恁基督教的上帝吼，足歹，毋是伫遮抬来抬去，看对一做袂爽，就甲抬死。然后佫有一句叫做“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”。人若甲拍，即个上帝着安怎甲报复？有个人会用即种的态度来解说基督教旧约中间的上帝。伊讲哦，新约的耶稣较有听，新约的耶稣较好。我若要信，我要信新约的耶稣，我毋爱信旧约的上帝。差别伫倒？亲爱的兄弟，敢会其实差不多咱讲的？你若接受即个上帝甲即个上帝立约，就是受到即个上帝保护，所以其他的人袂使来欺负我。你其他的人若来欺负我，你甲我扳一支喙齿，我就要扳你2支喙齿。伫迄个中间所讲出来、所代表的是甚物？
是伫阮即个群体的社会结构内底有公义，所以人袂使凊彩。你袂使照着你家己所爱的，看到别人的某你就要抢，看到别人的田园你就要偷，看到人的车较好你就要共半路炸落来。你袂使做即个代志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上帝所定定的百姓。伫即个社会结构内底是有公义的，所以你会看见旧约内底咧讲到耶和华上帝，伫雷内底，伫雨内底，伫狂风的中间，伫五人咧讲话，讲的是甚物话？爱互人惊吓。伫即个群体内底有一个上帝在掌权，所以遐个真自大，敢若看会着家己、想着家己利益的人，你上好毋通伫即个中间。徛收悬、收红声，因为你若拍青眉别人的一蕊目睭，伫即个群体内底，要摕你一蕊目睭。对安的，人伫一个社会中间开始得到安全感，亲像一个囡仔，伊若犯错，父母爱处理。伊若去互外口的人欺负，父母嘛爱处理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伊不只是通过旧约，不只是通过十条诫来讲起讲，这是我的百姓。伊嘛伫迄个中间来讲起，我的百姓是受我保护的。然后伫即个家庭，伫即个民族，甚至诚做一个国族的中间，爱有规矩。因为有即个规矩，所以以色列民族通过行旷野40年，去到伫迦南的时，因入去到迦南，开始建立成做一个国家。当然，因一开始入去的时，还无成做一个国家。因一开始入去的时，敢有王吼？国家讲的较我伫王。一开始以色列百姓伫迦南地吼，已经入去到迦南地啊，是甚物会带领因？假使若有人来拍，若有人来欺负以色列百姓，甚物人爱负责带领去相战？士师。所以咱的圣经内底有一个士师记，咱的士师记内底有记载13个士师，13个士师，其中有一个查某的叫做，敢有人知影？有一个查某的士师哦，这足重要哦。圣经当中有好几个很伟大的女性。其中有一个是士师，叫做底波拉，叫做底波拉。这个底波拉非常特别，因为是安那伫以色列民族无欠查甫的情形，是出一个女士师，这真有通探讨。然后这个士师伊毋是王，所以平常时伊也无办公的所在，所有办公的所在就是皇宫啦，所以伊也袂当去有3妻4妾。也不能后宫佳丽3000，这个拢总无。士师平常时咧创啥？士师平常时咧创啥？种田啊，无种田免哪有通通食？敢若一个士师无咧种田，足有力的迄个，头毛足长的迄个，参孙，迄个拢爱佚佗，迄个无咧种田。所以士师的工作平常时就是种田，甲其他的人共款。但是当有人来欺负爱相战的时咧，士师就诚做调一人，然后将所有以色列查甫的，通常是指18岁起哩，查甫的，然后摕你家己的武器，恁兜的田、恁兜的犁、恁兜的铁啊，啥物货无尖，然后就要出去相战啊。一直到甚物人？以色列才成做一个国家，第一个王是甚物？扫罗。啊，最后一个士师啊，既然有王啊，所以最后一个士师是甚物人？撒母耳。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，但是撒母耳无记载伫士师记内底，伊是另外。撒母耳伊即个人足特别，伊有3个身份。第一个身份是士师，第二个身份是先知，第三个，第二个，
啊，第三个咧，祭祀。所以撒母耳足特别的，伊是士师、先知，伊阁是祭祀。所有遮个10条诫咧颁布伫即个中间，无论以色列百姓安怎行，伫旷野安怎走，伫迄个形态、国家的形态还未开始进前，只有独独一句话，一直伫迄个中间重复咧讲起，就是除了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个上帝。你袂使敬拜过去埃及的上帝，你袂使因为法老王互你有通食，你就敬拜伊。你袂使因为亚玛力人来甲你相杀，然后你就屈家拜因的神，你拢袂使。你独独干那会当有一个上帝，就是通过摩西伫何乃山，伫遐石板内底所写的上帝甲人立约的迄个上帝。你敢若会当有一个上帝，你袂使家己雕刻，你袂当因为你的时代讲我安尼做较好，对我较有利，你就改换你的上帝。伫旧约圣经内底拢讲啥物？我是忌邪的上帝啊！我是忌邪的上帝。假使你伫军队我的中间有疑心、有两意，我会诚做你的灾难。伊伫即个中间所互人看见的是啥物？上帝爱人伫伊一生所决定一个方向甲愿景的时，勇敢去行。无论你做右，上帝甲你伫咧。但是你若伫迄个中间失去你原来有的目标甲方向的时，你一生会诚做坎坷，你会失去你所有的。然后，搁伫即个中间，一直在教示伊的百姓，就是当初时的以色列人。你要安怎款待人，你嘛爱安怎款待人。所以，伫迄个咱所读的10条诫内底，除去头前4条，讲起来是头前3条啦。头前3条是你独独干会当敬拜一个上帝。到伫第4条，伊讲啥物？你爱休困。迄对当初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讲有重要无？有啊，非常重要。因为6日拢咧行路，休第几日？休第几日？我嘛咧放一个陷阱，甲你害。惊6日休1日，还是休1日惊6日？明日咱的查经祈祷会，咱才来探讨即个问题。但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内底，伊所讲的，就是你爱守安息日，6日内应该着磨你一切的工。对当初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讲，就是你爱去行，你袂使贫惰，你着爱对付着。人若行日头前，你袂使落队，但是到伫第7日，你会当休。即个物件包括你得捡玛纳。所以6日内底你爱行路，1日捡1日的玛纳。到伫第6日的时，你一摆会当捡2份，因为第7日透早你毋免阁捡。头前的6日捡起来的玛纳，你若囥到过工，会歹去。独独第6日你所捡的玛纳，会当伫第7日，还可你，互你伫最佳鉴赏期内底，互你好好啊食。但是伊伫遮嘛重新咧教示，伊讲第5条爱友好你的爸母。6、7、8，伊伫遐讲你爱有你的行为。9、10爱你的心开始有迄个好的修养。所以上帝通过伫以色列百姓旷野所行的40年的内底，咧教示以色列百姓一款的工作，即款的工课。互因进入到迦南地时，因已经成做一个真有规矩、真有一体形态的一个民族。当以色列百姓伫旷野40年久进入到迦南地，因开始学会晓一件事：顺服。所以因入去到
迦南地第一个烧建的大城就是对一个城？一日射一个，2日射2个。第一个城对一个城？亚利哥城。伫迄个亚利哥城入去征战，已经毋是摩西啊，换什么人在带？约书亚，通过约书亚，互以色列百姓知影，咱所倚靠即个上帝，不只会当互咱伫旷野行40年，枵无死，阁有3人穿。但是伫进入埃及、进入迦南的时，也正做征战的上帝。所以有即个上帝在保护，咱的心通安稳自在。可能相片看无啥会清楚，其实迄个骹仔内底一个小小的花草，无啥物特别啊。但是下底有一个管台，然后外口有一个空骨里空出来，会当保护迄个食物。啊，这什么人因兜的食物？你家去摇看觅。以色列百姓通过伫旷野行了40年，当因进入到迦南地的时，因的心情就是亲像安尼，因伫学，就算讲是一个草仔花，伊嘛要互上帝扶伫悬台顶。然后要用水泥的迄个环，甲伊盖挂保护。可能有人会伫即个中间咧问：啊，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啊有足侪神敢袂使？我拜一个，过来拜一个。你知影台湾的民间宗教拢拜足侪神，儒教、道教、佛教有几个神？算袂了，佛教其实无。是道教上济，啊，台湾人哦，有一个真敬虔的迄个宗教心啊，所以伊若找到一个神吼，伊就要吹，就要拜。啊，所以伫即个中间，甲即个基督教所讲的即个一神吼，你敢若除了我以外，你袂当有别个上帝。有时啊，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但是是安那袂使有真济上帝，尤其咱讲起。真侪上帝失去你一生一个真重要的完整。有真侪上帝，互你的目睭看见真侪物件，拢要去追求，然后你做无一项成的。真侪上帝，互你行到一世人最后，找无一个上帝通保护。真侪上帝。就亲像人入去到一个悬空，早看也真水，逐项看拢足水，但是无一项是家己的。这是咱的圣经内底所讲起，无爱有咱有真济上帝一个真重要的原因，因为要起造生命需要专心，因为你要起造生命，你爱独相信一个方向，一直甲行落，因为你想要对这个上帝领受恩典。你不只爱相信，你嘛爱操练。亲像第一张的图，一个真澎湃的餐点放伫你的面前，毋是每一个人拢有机会通食。有时啊，一下讲，这海产我袂食的，啥物会伤悬？胆固醇会伤悬。肉就毋通伤食，因为肉若食伤济吼，啥物会伤悬？我袂记个叫啥，痛风诶，普林会伤悬。若是迄落坚果嘛，袂使食伤济，因为啥物会伤悬？热量会伤悬。有足侪物件伫咱生命中间拢有限制。假使你若无看重迄种诶限制，照着人家己所爱诶，爱食鱼诶，爱食海产诶，一直去食海产。爱食肉的，就一直去食肉，咱到尾会失去咱原来伫地面上所会当得到的幸福。亲爱兄弟，起造生命需要专一，你袂使仰望一个
心搁放伫迄个，你袂使伫无共款的代志，鱼与熊掌你都想兼得。上帝甲世界，你敢来当拣一个？你不只要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搁较重要的是，伫咱生命中间，咱的生命需要操练。愿上帝通过今仔日咱所读出来日记，看到亲像真无聊的10条诫，但是互咱用足严肃的态度来面对咱的生命。愿咱每一个人是伫即个中间重新来看见，咱所要敬畏军队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？特别注意，是军队即个上帝，毋是雕刻一个咱以外的上帝，然后来拜伊。愿上帝的恩典怜悯，甲咱每一个人三个伫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通过出埃及记，阮所读，你颁布通过摩西颁布伫以色列百姓中间的10条诫，阮今仔日要去重新一摆来思考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通开阮的心门，请你入来。阮无要有别个上帝来代替你，阮只有独独恳求你，伫阮欢喜的时，甲阮三甲欢喜；伫阮艰苦流目屎的时，甲阮三甲同行；伫阮要磨练阮的生命，要起造阮的家庭，要将阮的信仰继续传承落去的时，求你真做阮的开导。安尼祈祷感恩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